冷掉了。我们请耶稣进来，对，好来，咱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这个正经儿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安知影阮原本是不配，总是你就是一个顶的救赎来救赎阮。主阮献上阮上大的学乐甲感谢，恳求你，互阮伫阮的礼拜中间，阮无论是工人请进，无论是我的讲道、过简即事的聚会，生活伫当中献诗、引控、抒情召开。这个当中，主恳求你拢帮赞，互阮会当献上阮家己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降临。阮也为着兄弟姊妹的心来祈祷，主阮真正要邀请你进入阮的心门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开心门，看见家己的罪，看见阮需要你。主恳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你的心也伫会中运行，互阮以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阮将今仔日2场礼拜终极仰望。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平安吼，咱每礼拜进前，咱来看2条信息吼，2条信息，这2条拢是伫咧咱的旧的信息拢有，所以应该对咱来讲是并不会陌生的迄个歌吼。第一条是信息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吼，诗篇90篇第20节安尼讲吼，这个山犹未生出。地甲世界你犹未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吼，所以咱知讲，咱差不多吼，头前的信息，头前20条吼，的信息拢是伫遐来学罗三位一体上帝，即条较迄落注重伫上帝部分，第3节是圣神的部分吼，所以咱来讲，咱伫咧头前。遐咧学罗上帝的时阵，着学罗三位一体上帝的时阵，即条诗歌上后尾一定爱唱阿门，吼，所以即条诗歌着阿门，吼。即条诗歌吼，咱来先来看即个歌词吼。所以咱看吼，伊主要吼，就是伫遐咧讲。吼，所以咱做伙来读伊的迄个歌词，来，圣父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常改变，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主对阮徛起所在，吼，所以伫遮讲圣父上帝，吼。去起头，伫遐来创造万物，搁互伊出命令，即个世界就生成，互咱的人嘛生存伫即个地上，一代过了搁一代吼，搁来就是讲到第2节，来国家兴旺甲衰微，在伫天父圣旨意，世间荣华甲富贵，哪准草木暂时水。
过来，上帝这万民天父永远不变到万世，这里嘛讲上帝的掌权。这今仔日不管每一个国家安怎，迄是在地主的性旨意，过来第3节则就讲到信心的部分，来咱做伙来读。求主赏赐阮知识，以及圣神大能力，愿显一切归伫主，诚做圣洁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愿爱惦你实地，阿们。咱做伙来唱第1节，被上帝定天地，管理我着出命令，真理的思想改变，阮的生活太平静，一代过了又一代，自己阮徛伫所在。第2节来，国家兴旺甲衰微，在地天的成一义，世界荣华甲富贵，我尊朝百将士时，上帝做万民的永远不变到万世。第3节，求主赏赐阮知识，以及圣神大能力，愿显一切归伫主，就最圣洁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我爱用你的心。咱今仔吟诗唱到上尾，顺爱唱阿们要甲大家来介绍，就是讲这条歌本来是迄个写曲这人Marcus Morris Well 伊有写词，甲写甲作曲，拢是伊。总是到伫台湾要来应用伊即个诗歌的时阵咱的潘道英牧师阵伊家己搁写阵来写一个。潘道英牧师可能大家无啥像，但是伊是咱即马教会开始有迄款迄落牧师团的即款的迄个制度，就是讲有主任牧师嘛有副牧。过去一间教会一定干那一个牧师尔。潘道英牧师伊是台南东门教会的副牧，拄开始做副牧，所以台南东门教会是全台湾第一间开始有迄款主任牧师甲副牧师的即款的迄个制度。所以潘道英牧师就是伊做台南东门教会的副牧。谁到迄阵要做副牧？因为以前的迄个台南东门教会的牧师是黄树明牧师，黄树明就是迄个黄宗辉牧师的老爸。黄宗辉牧师，咱知影过去做过南神的迄个院长因为伊嘛是迄个中营中学的迄个校牧伫遐教圣经，伫遐咧教祈祷。到尾因为咱日本时代受日本的迄个统治，日本开始就有禁一段时间禁台语嘛，所以叫中英中学讲袂使用台语所以阵因迄阵中英中学的迄个校长屈服于伫日本的迄个款的迄个压力，阵所有的迄个教材拢改做日文。所以就变做迄个黄树明牧师，伊袂当伫个中中学伫遐教圣经、教祈祷，就爱转来迄个台南的迄个东门教会。以前因为伊有兼迄个长荣中学的校牧，所以伊的薪水是迄个长荣中学甲出。即摆要倒转来家己的教会台南东门教会讲阮负担袂起的，阮一声就爱
负担两个牧师的迄个社礼无法度，无法度，就开始教会就起纷争，所以就有人就徛伫黄牧师迄派，有的人因为潘道因牧师是副牧，有的人就伫咧即派，想要教会才开始纷争，所以伫迄个所在阵迄个议会议长全来甲讲安尼上好恁两个拢离开啦，安尼即台南东教会才袂乱啦，既然安尼会友有的人停礼，有的人停礼，规气恁两个拢离开啦，所以阵黄树明牧师阵走去日本，迄阵黄宗辉牧师伫咧日本咧读书，阵去找黄宗辉牧师，即个潘道因牧师伊也阵离开教会，去台湾广播社做主笔的人，结果到尾迄个黄树明牧师伊当然到尾去大渡教会啦，潘道因牧师迄阵伫咧台湾广播社的时阵就开始台北的淡水教会，含原来的迄个台南的东门教会，阵拢一直甲接触，问讲伊会当去所以一个北一个南。到尾上后尾潘道因牧师嘛是搁倒转去台南的迄个台南的东门教会，迄阵就变做主任牧师啦伊本身是迄个伫文字顶头有真大的迄个温数，所以伊就感觉讲伫迄个过去迄个时间，所以伊感觉讲即条诗歌转来时阵，感觉伊迄个歌词毋是介好，所以家己阵搁写所以这是即条潘道因为咱认捌一个迄个甚至认捌教会历史咱来看第二条。第二条是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这个所在就是咱这圣经在拢真实，咱来就近耶稣咱会打是快，咱会打会轻。这个伫咧写歌词的人是波尔波尔是苏格兰会使讲是写信息上多甲上赞的一个牧师啦伊本身差不多写有600首的迄个诗歌写足多。过去伫咧苏格兰伫迄个时间因为拢是韵文诗篇，以前我捌甲大家介绍过啥物叫做韵文诗篇，就是讲将迄个诗篇甲改做安尼较白话一点，总是拢抑阁是诗篇安尼。伊感觉讲即个波尔伊感觉讲这安尼囡仔呐读无啦，唱即条歌嘛毋知影是啥物意思，所以就家己写足多一寡诗歌所以咱即条咱诗歌真实。头前伫即个所在第一节甲第二节，迄是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呼召第一节讲，我踮伫即个世间，若劳苦背重担的，你着来就我，你着会当得平安。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是讲，耶稣本身写着讲头前两节的迄个两节部分底下就讲。耶稣伊同情咱，伊真知影咱的软弱，真知影咱的艰苦，知影咱的无平安，所以伫遐来呼召咱来就近伊。后壁即两节，头前迄是 G 小调，后壁变做 G 大调，后壁是咱的回应。这回应着速度着爱较紧淡薄搁嘛较轻快，真欢喜来第二节伊就讲，哇命的水泉是我。若来就我会当得到永活，所以后壁就搁回应。第三节讲，我是世间的光，你若来，就会当踮伫咧光明中间。咱来唱第一节。所以好调来，我听你讲心就欢喜，随时就起誓。
唱，来。来做伙来回应，来，我听伊歌就着绵绵，欢喜歌有意，实在轻松真心到位，永无艰苦的事。来，姊妹来，我听耶稣的声讲起。我是世间的光，你我的老话的名，都去光明中。做伙来回应，来，我听你讲，欢喜将我欢喜，耶稣真甘伊不灭我。好，咱练歌到这。今日是月献，请准备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凡若求告上主的，上主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告伊的，敬畏伊的，伊要正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告来拯救因。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0首。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俗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启应文1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暝日用目屎准饭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追念遮的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出？就仰望上帝，我还佫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出。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相呼应。日是上主施露伊的慈爱。
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还佫要称赞伊。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美的主上帝啊，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伫你。上帝用大权能的话创造天地，你是尊贵、荣光、智慧、充满的主。你的神，你的名应该受到极大的懊恼甲敬拜。愿天欢喜，地快乐。万国万族拢着来认捌你、敬拜你，愿你的名伫全地被悬悬举起，称赞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安息日的主。感谢你体贴阮的软弱，设立安息日，互阮会当经过6日的工作甲生活的遭烦。伫安息日，将即日分别做圣，来到圣殿敬拜你，得到肉体甲心灵的安息甲更新，互阮有重新的气力，面对新的挑战，跑走头前的路。主啊，你互阮的性命价值结连伫你，无论工作，无论安息，拢是为着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你也是有特殊的创造主。当阮人类愿意遵循你的命令来敬虔度日，按照你创造的律来生活，阮就通享受平安甲欢喜。过去一年，全球有侪灾难，战争、草莓灾、火灾、地动、风灾、瘟疫、极端气候种种的影响，世界各位无论经济、政治、生活、性命，拢受到极大的动荡、惊吓甲不安。主啊，帮助阮经过遮尔济代志，会当活倒转来认罪悔改，降服伫你创造的律下面。若无，阮无法度抵挡你的大受气，还有搁较济灾难会发生。主啊，感谢你大声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虽然面对侪侪苦难甲挑战，有你通靠，阮心坚定，无惊吓，因为知你是主爱、信实，替阮背重担，也是掌权的主。但是，还有侪侪人，因毋捌你，因还搁伫羊潮外面咧流浪。由大牧者耶稣帮助阮有火热的心，引带人进入羊潮，享受有主人看顾的安息。阮的教会徛起伫上山，要做你的灯塔，照光即个所在百姓，互因通受上帝阳光的吸引，进入阮的教会。甲阮同欢喜，同懊恼，同安息伫你的内面。阮将今日的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阮诚心摆列阮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台语和日本圣经80面。出埃及记20章第8节，着记伫安息日，守伊最圣，6日内应该着无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按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使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设立伊最圣。讲道请陈碧玲牧师讲讲道，题目是着纪念安息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顶礼拜我有看见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航空公司因暗算要杀出一个方案，就是马祖空中出巡，就是互旅客坐伫飞行机，然后伫台湾平湖、金门、马祖遮个所在顶面生一年。并且佫有导师，也是法师做伙伫飞行机顶面来上经来祈福。看到这个新闻，互我感觉真趣味。因为马祖的出巡已经对地表最狂人类移动槽要搬到迄个空中啊。但是咱嘛毋免感觉讲这真罕，因为其实基督教的宗教盛事即种物件，伫基督教嘛是有。伫几年前嘛有将近2000个基督徒因包一只游轮。坐去平湖，伫平湖伫遐祈祷。但是我并无反对安尼一个形式。咱若兄弟姊妹有机会，咱嘛会当去参加基督徒所办的遮个大型的宗教的活动。因为伫迄种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信徒伫遐热心敬虔、伫遐敬拜祈祷的时，迄种气氛确实会互咱伫内心的火感觉会互点倒迄种感觉，甚至咱当场会做出大样的决志。但是了后，咱就爱开始备办家己，装备家己，参与祈祷、服侍。若无即拍火会渐渐花。毋过看到安尼新闻，也互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敢需要靠一寡特别的宗教行为来培养咱的宗教意识甲情感呢？亲像伫30-40年前，教会非常时行报道会、特会。定看教会是几台的安尼游览车，做伙送去参加安尼报道会。嘛有一阵是时行禁食祈祷，就是去祈祷山伫遐禁食祈祷。也是几年前，嘛有真侪教会会组团去韩国，伫遐拜访一寡韩国较灵恩的教会，访韩盛会。这物件伫当时将人的灵性带到上悬的迄个点。好亲像伫一堆火顶面倒汽油，砰一声，火烧甲真大。但是问题来啊，烧了后以后咧，搁一摆强调，我毋是反对这特会报道会，但是咱袂当干那笑想讲要用迄个燃汽油的方式来兴旺咱家己的灵命，因为平素信仰的追求也非常的重要。若无任何的点火，对伫咱来讲拢无帮助。所以咱应该转来圣经，转来信仰到底是咧讲啥？这比任何事搁较重要。这嘛是为虾米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上帝要甲伊的百姓立约，要守守因10条诫的理由之一，就是要互因伫见证遐尼多新约基础了后，会当伫教导。会当伫规矩内面渐渐来成长，但是讲到教导，讲到规矩，这字眼，咱就互咱产生一种受束缚的感觉。咱可能就会想到一个笼仔，然后将你关入去迄个笼仔内面，互你无自由。但是大部分并且这大部分活伫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咱看10条诫是啥？哎呀，古董。古板过时啊！但是敢真正是安尼？伫1989年12月26号，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全国动乱，因为伫前一日
因的独裁者，互民主运动来杀倒，受私刑处死，所以规个国家咧乱糟糟。所以，即个西方的国家，因隔工就入去即个互共产主义统治真久的即个国家，想要了解因的情形。有一个记者，伊真无容易找到一个会晓讲英语的一个查某囡仔，就问伊讲：啊，你即马感受是安怎？即个查某囡仔讲一句话，嘛拍算会当呼应今仔日真侪所在的处境，就是阮有自由，但是阮毋知影要安怎使用。阮有自由，但是阮毋知影要安怎使用。你可能会想讲啊，当时的罗马尼亚需要改面，需要规矩，因为改面规矩会互因特殊。你会讲以色列人需要改面，因为因漂流真久，毋知方向。你会讲荷尔蒙旺盛的青少年需要改面，若无因会失去目标，会失去方向。但是我一个真成熟的基督徒，我敢有需要这个改面咧？有一个宣教师去到非洲的一个部落，伫遐传福音，伊就一个年长的村长伫遐讲10条诫。哦，这个村长非常专心伫遐听，但是还是无啥明白。伊听了后，伊就问这个宣教师讲：啊，若照你安尼讲，我就袂当去侵占别人的太太哦。宣教师讲无毋对，因为10条诫是安尼讲。这个老村长阁问讲：安尼连人所种的物件，伊饲的牛甲羊，我嘛袂当去偷摕哦。宣教师讲对，无毋对。安尼我嘛袂当去杀别个部落的人啊嘛，非常正确。所以这个宣教师非常欢喜，伊想讲：哦，这个老村长听到已经非常明白啦。这时，这个老村长慢慢啊讲：啊，安尼我会当做基督徒啊。因为我已经老到无法度做遐个代志啊！兄弟姊妹，咱拢认为10条诫甲我无关系，咱拢认为我甲以色列人无共款哦，我袂去犯这个事。但是上帝互人改面，毋是为着屈辱人，嘛毋是叫咱去遵守一寡命令。10条诫是上帝邀请咱来认捌伊。并且甲伊建立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是徛在伫疼的基础，就亲像父母伫教育囡仔的过程，咱要为着互囡仔健康快乐成长，一定会互伊一寡规矩也是限制。但是这绝对毋是要用来处罚伊，甲定出来。父母的心意是啥？是疼，是保护。所以邀请咱用新的眼光来看10条诫，因为伊的重点不在伫这个诫命的本身，是在伫守事诫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因为上帝伫立约进前有甲这以色列人讲，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捌带你对埃及地、对做奴才家出来。上帝表明，我看恁。甲我是有无通分开、袂当分开的迄个关系，所以接续落来20章，接续落来就是10条诫的内容。10条诫原本的字眼的意思是10句话，就是咱真了解，袂当拜别个神明，袂当为着家己刻任何偶像，袂当滥删称呼上帝的名，爱守安息日做圣日。爱孝敬父母，袂当杀人，袂当行奸淫，袂当偷窃，袂当做假见证来陷害人，袂当来贪夺别人的财产。前4诫是提醒咱甲上帝的关系，后6诫是咱伫地面甲人的关系。今仔日咱聚焦伫前4诫，了后的讲道会来提到甲人的关系。伫讲到甲上帝关系进前，咱先想看卖。为什么我需要甲即个上帝建立关系？为什么我需要上帝咧？我伫世间过得好好啊，为什么我需要上帝？教父奥古斯丁伫伊所写的一本册叫《忏悔录》内面，有点出一个事实，讲：你做阮是为着你，阮的心若无安息伫你的怀中，就袂得到安宁。咱人的设计，咱伫出埃及内面有看见。
是上帝按照伊家己的形象来创造咱，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内面拢有上帝的特质。所以咱若想要真做是一个完全的人，靠咱家己无效，互你搁较侪钱、名声，嘛无法度满足你内心的迄个无满足感。咱只有伫甲上帝的关系内面，才会当找着家己。搁来，奥古斯丁嘛讲，人的内心拢有一种对神的渴慕。所以兄弟姊妹，你看，无论是甚物款的宗教，这个信徒就是对超越的力量有一种需求，所以伊会想要去拜这个神，拜迄个神。但是有当时啊，咱互咱一个真恶杂的生活，用甲失去方向，所以拜毋着神。也是讲咱坐伫遮敬拜，但是咱失去迄个焦点。所以顶礼拜我有请咱大声转去思考，讲到底你的心是往倒一个方向？你的心敢有定准朝向上帝？可能有的人有讲有哦，我拢有来做礼拜，我有查考圣经，有抄写圣经，嘛有奉献，有做真侪事工，我的心一定是定准来向上帝。但是法利赛人嘛是安尼呢？所以咱做遮一切代志，但是咱的心若无正确，咱嘛是陷落伫亲像法利赛人的迄种律法主义，这无啥物好夸口的。只不过人会互你真侪掌声。所以顶礼拜我有请咱大声转去想即个问题，就是你的心敢有朝向上帝即个正确的方向？咱的心爱调整到上帝创造迄个原本的咱才会当找到动机来靠无上帝。若无，咱坐伫遮做礼拜几十年，嘛无任何的效果。第三，奥古斯丁讲，咱爱将心调整到上帝迄个方向，咱就会去听迄位创造咱并且听咱的上帝。当咱真正安尼做的时，咱就会伫上帝遐找到咱人生真正的目的，就是真正的安息。但是兄弟姊妹，咱袂当避免讲，咱是活伫一个真超脱的一个世界，咱活的是一个真罪恶的世界，这咱无法度否认。但是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咱就一再需要彼此提醒、互调整。有一个现代作家叫华莱士，伊伫一间学校的毕业典礼，伊甲遮毕业生讲：伫成人的世界内面，无人是一个无神论的，因为每一个人拢咧拜。咱唯一的选择就是讲，你要拜啥？如果你拜的是金钱物质，你想要对遮找到你人生的意义，你会发现你永远无法度满足。如果你拜的是权力，你的软弱会惊吓，因为你爱用真侪时间甲气力去控制别人。如果你拜的是家己的才调，你想要互别人认为你真聪明，安尼你会感觉家己非常的愚戆，因为你家己好亲像是徛伫一个得要互别人发现你实在毋是真聪明，会安尼刷边啊。这崇拜，互咱伫无知无觉的中间，哪含哪深。这嘛是咱现代人的状况嘛，甚至嘛是咱基督徒的状况嘛。有当时咱基督徒嘛毋知影讲咱到底是咧拜啥，咱到底是咧敬拜上帝，也是咧敬拜咱家己内心所挖开的物件咧。所以有当时咱无法度透过敬拜来得到快乐，咱就怪东怪西。但是基督徒有一项礼物，上帝赏赐予咱的礼物，就是敬拜。敬拜会当成做咱的帮赞。20世纪天主教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巴尔塔萨有讲，敬拜比任何一切事工搁较重要。敬拜的重要，毋是要互咱充电。兄弟姊妹，咱毋是每一个礼拜来遮充电哦。敬拜毋是要互咱充电，是为着要敬拜荣光的上帝，用安尼来回应上帝讲：我已经明白你诚信的宣告。
但是真可悲的是，今仔日的基督徒放弃敬拜，咱转去街路，企图伫世间的活动中间找求甲基督相拄。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现在的状况嘛。所以即时即个解放，咱的社会中间有真侪物件、真侪课程，你帮助你啥找到自我，互你得到快乐。真侪课程拢是安尼的课程，但是上基本的，咱会当对啥？就是对敬拜内面找着甲基督相拄。所以兄弟姊妹，咱爱透过正确的敬拜，毋是敬拜尔，是正确的敬拜，来建立咱文道生活的基础。因为咱若敢若参加服侍，咱无敬拜，咱真容易亚身。咱若看做礼拜是签道、行礼如仪，嘛敢若是人教心无够。但是咱若透过教会即个训练的学校，训练咱有意识去参加敬拜，中间训练咱家己的敬拜态度。嘛，亲像我顶礼拜所讲的，重新来调整咱属灵的胃口，训练咱属灵的筋肉，补足咱欠缺迄个部分。咱就会当认捌上帝，并且按照上帝的想法去思考，互上帝重新塑造咱，恢复伊创造咱的迄个目的。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轻看每一场的礼拜，因为当咱愿意谦卑，互上帝塑造咱，迄场的礼拜就要成做上帝甲你相拄的经验。伫安尼经验中间，你嘛会找到上帝创造你的意义。但是有当时咱做礼拜几啊十年久，一成不变的安尼礼拜仪式，有当时互咱会感觉真无聊。不断徛起来做落去，只有祈祷目睭闭起来时，才会当互咱感觉会当暂时放松一下。有时咱阁会当拄久一下。要是今仔日牧师讲道无合理的听，无合理爱听的。也是这个吟的诗歌，毋是你爱吟的，所以伫阿门诵了后，你就悠悠悄悄来离开教会，感觉今仔日的礼拜你无得到任何物件。但是礼拜主角毋是咱，是上帝。虽然规场的礼拜看起来拢是人伫即个敬拜中间咧服侍。亲像咱有诗会、有司琴、有讲道者、有圣歌队、有插花同工等等，但是人毋是主角，上帝才是咱敬拜主角。敬拜嘛毋是伫讲咱，敬拜是伫讲你，将上帝应该得到的荣光来归互伊。所以嘛会当讲敬拜是对顶面落来，伫敬拜中间，咱受着向上帝献上恶乐。但是上帝对顶面来到咱的内面，来邀请咱，互咱甲伊相拄的中间，来重建咱的眼光，重建咱的信心。所以敬拜毋是要互人发挥创意、满足家己的一个所在，嘛毋是要互你充电的所在。敬拜是互人用忠服的行动来表示咱对上帝的忠心，咱对上帝的敬虔。所以我毋知影讲，咱敢有思考每一礼拜咱敬拜这忠服的仪式是有意义的？就亲像咱看伫出埃及，也是申命记这2节的经文中间，拢有侪关系安怎敬拜的细节。这拢是对10条界前4条来看出来。就守安息日这条的规矩来讲，守安息日竟然有39项的规矩，因袂当做啥。亲像现代犹太人，因伫安息日因无开车，因袂当去开关迄个电器，因袂当伫公共场合伫遐塞轮椅、塞婴仔车。但是为什么有这规矩？这咱看做非常奇怪、无合理的规矩，就是要互以色列人因伫中福的规矩内面。伫中福的仪式内面，来
训练、来塑造因。伫遮嘛要澄清一个观念，就是嘛是基督徒定定会犯的一个错误。咱拢讲咱礼拜来做礼拜是守安息日，但是即个毋是安息日，咱的礼拜日毋是安息日。先来讲犹太人因的安息日，犹太人因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下昏开始，一直到拜六的下昏结束。对下昏到假日的下昏，这嘛是犹太人伊计算一天的即个方法。所以圣经内面所讲的安息日，甲咱今仔日礼拜是无共款的日子。基督徒无守安息日，咱无伫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咱讲咱来做礼拜是守主日。为什么讲主日？因为是纪念主耶稣为着咱国活的日子。所以咱无守安息日，咱守主日，是每礼拜咱伫遮敬拜主，为着咱来过活。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轻看主日咱每一个定时，亲像宣调。宣调毋是书会读一段经文尔，是宣告上帝即个大君王临在伫咱的中间，并且呼吁人前来敬拜。你若深信一场的礼拜有上帝伫咱的中间，你无可能用懒散的态度、杜姑、滑手机，也是姗姗来迟来参加敬拜。你每一届的宣调，咱真心将性命主权来交予上帝。另外，师会所出的公道，嘛毋是暂时互咱度久的时间。公道除了学了上帝的权能甲伟大，嘛为着咱每一个人伫周间，咱有形无形的罪来认罪祈祷。但是咱嘛相信，当人悔改，上帝赦免就接续要临到，要带予咱真正的平安。亲像吟诗，第一首的圣诗通常是学了上帝的诗歌，第二首是回应的诗歌。但是咱伫吟诗的时，敢是无气无力？反正我戴口罩嘛，无人看见我敢有伫学了上帝。圣歌队的献诗嘛，毋是要表演互你听的，因是代替咱向上帝献上学了。虽然咱袂晓唱，但是透过默想这个歌词，咱嘛会当甲因做伙献上对上帝的敬拜。听上帝的话，亲像师会读圣经，也是听讲道，嘛非常重要。因为咱听的毋是演讲，是上帝的律法，甲上帝对咱生命的旨意。一篇好的讲道，是讲道的人甲听讲道的人爱做伙负起责任的。意思就是，讲道的人爱用心准备上帝的话，但是听道理的人嘛爱准备好势来领受上帝的话。有时咱嘛会守圣餐，圣餐毋是有食有保庇，所以我拢会伫圣餐进前提醒，要未受洗礼的人毋通领圣餐，因为这对你无任何意义。圣餐是咱受邀请来参与主的宴席，咱搁一届来回想咱领受洗礼时的感动，搁一届认罪悔改，搁一届领受快乐。另外，圣餐毋若是咱甲上帝关系尔，圣餐是咱甲主内所有肢体做伙领圣餐，这表明所有的人拢共款重要，咱拢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咱嘛爱彼此和好。彼此赦免，彼此帮赞。另外，伫定时内面的报告看起来无啥属灵，嘛无啥必要，但是伊互咱做伙关心教会，也是教界的消息，互咱知影咱甲历代的圣徒、历代的教会相结连。公道是咱伫听内面，来为着咱的肢体付出大道的行动。大道若无听，就袂当叫做大道。最后
的祝祷是上帝通过牧师即个器具来将上帝祝福临到会众。愿望讲，咱所有人会当带着上帝祝福甲勇气，受差派，转去咱的生活，按照上帝旨意活出咱原本应该有的款式，然后伫世界做光做盐。阿门颂咧，用3摆阿门，将尊严、荣光归予三一上帝。后走嘛毋是讲提起你会当离开啊。其实咱兄弟姊妹，咱上好是等后走结束，咱才来离开。后走毋是你退场的音乐，后走是你宣告即个礼拜结束啊。毋过咱的实践要开始啊。所以当咱理解讲，咱每一礼拜所守的、所行的遮定事，拢有伊按照传统所发展落来的遮意义的时，咱就知影每一个定事的重要性。但是，你若是感觉你若游玩感觉非常的无聊，你也无法度得到快乐，请你搁转去迄个上基本的问题，就是你的人坐伫遮，但是你的心调往倒一个方向。你的心是调往讲，等者我做礼拜煞，我要去买什么菜，我要煮什么菜，我要去倒位佚佗吗？我要去食什么吗？也是你的心游玩，伫遐想讲，哇，即礼拜吼，我的工作要做啥，足超烦的。咱的心若无定准归往上帝，一切拢无效果。兄弟姊妹，咱毋通看轻遮固定的仪式，认为讲有一寡教会因是缀圣神的感动来敬拜，迄非常的好，迄有较有圣神。咱这固定的仪式无圣神，遐较敬虔，咱无敬虔。但是咱莫袂记哩。圣神会透过敬虔、重复的仪式来甲咱相拄。有时咱真爱即种超自然的现象，因为超自然才是敬虔，才是真正的。所以有当时咱看异象，咱拢感觉讲哦，亲像圣经内面摩西看见迄个刺皮互火烧，但是无烧了，迄个才是异象。咱看圣经以赛亚。伊伫圣殿，甲上帝讲，上帝用炭火去烧伊的喙，迄才是真正敬虔。咱拢想讲，迄个约翰伫新约时代，约翰伊看见对天降落来迄个袂当食物件，迄才是真正的异象。无毋对，圣经内面有真侪人因透过遮超自然的异象，互因来成做上帝奴仆。但是嘛有一寡平凡的人。透过日常生活内面，一再重复的操练，来成做上帝的工人。咱看大卫就好啊。大卫伫少年时代，伊拍倒即个大汉人歌利亚，毋是靠伊的超能力。上帝无伫迄当时赏赐伊超能力，是靠伊啥？伊平常伊伫牧羊的时，为着要拍退即个野兽所练出来迄个弹石头的功夫。咱还会记哩，伫伊面对歌利亚，伊只有5块石头，伊只有5摆机会。但是就伫所有人惊歌利亚惊到得要死的时，大卫甲所罗王讲，你的奴仆甲老爸顾羊的时，有狮也是熊来，对羊群中甲羊仔去，我就入伊，拍伊，叫羊仔出伊的喙。伊起来要共我就揪伊的喙下斗拍死伊。你的奴仆捌拍死狮甲熊，即个无受割礼非利士人，也要亲像因的一只，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军队。对大卫来讲，即个无敬畏上帝歌利亚，虽然伊生做真大汉，但是就亲像伊平常伫面对的野兽，伊根本就无咧惊伊，伊平常就咧训练。熟能生巧，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好奇，不断想要去追求神秘的经验，不如好好啊，伫平素咱习惯的敬拜中间来看见上帝，学习去听上帝要安怎用你来讲话。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咱若愿意接受前4条诫，就是咱咧向上帝做的信仰告白。
就是咱咧甲上帝讲，上帝，我愿意用忠诚的心来回应你对我的疼，我愿意尊主做大。所以，当你愿意接受这4条诫，就仰望你会当用诚实的心来参加敬拜宴席，然后带着圣神的换心，甲互上帝塑造了后的你，进入咱所听、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事。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每一礼拜敬拜来认捌你。主，阮相信伫敬拜中间，阮献上阮的懊恼，你也要对天降临伫阮的中间，伫阮的内心。主，阮恳求你帮助，互阮对每一礼拜的敬拜中间，会当得到快乐，互阮知影，阮所信的上帝是大有权能，会引带、会掌管的上帝。恳求主就伫阮平素的礼拜中间，启示阮、帮助阮，互阮带着快乐进入阮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要来补就任，顶礼拜咱的敬拜俄罗团的团长无就任，所以咱即时来补就任。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早你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即时我要来问敬拜俄罗团新的团长庄博雅执事，你要领受敬拜俄罗团团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职，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约要安尼行也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小会官兵，设立你来做敬拜俄罗团的团长，着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阮的教会有无共款形式的敬拜。阮除了有圣歌队，阮也有敬拜俄罗团。主，阮感谢你用无共款的诗歌，互阮学习安怎来向你献上阮上大的敬拜。主，阮也要将今年的敬拜俄罗团的团长博雅执事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使用伊，互伊有智慧、聪明、健康的身躯，会当伫敬拜事顶面会当带好伊的团员。主，恳求你也帮助。互阮伫音乐的事工顶面，会当来认捌你，并且嘛会当透过音乐来宣扬你的福音。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新的年度敬拜俄罗团的团长庄博雅执事，咱嘛为着伊祈祷，谢谢。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上帝是上主，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约翰福音4章24节。上帝是上主，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约翰福音4章24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53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林中正长老、蔡淑芬长老、徐公武长老、曾凤雅执事、蔡松水执事、杨义香长老、陈明基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看周报14面。第4点有收集2020年周报的，请带来教会斗阵装订，请写名，收件到今日截止。第5点，教会定伫2月11日拜4，30暗。当暗6点，要伫教会举办听伫上山围炉活动，欢迎袂当转去故乡单身的兄弟，还是小家庭参加，也欢迎邀请朋友参加。为着准备食米，登记到今日截止。第6点，宣教组定伫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教组祈祷会，请宣教组同工甲关心宣教的兄弟参加。第7点，教育组定伫1月16日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4点，邀请国际读经会伫本教会举办新约优庄课程，请已经报名的兄弟参加。牧区的消息第1点，社青小组定伫1月14日拜4暗时7点30分，要邀请爱牧小组彭淑莹博士来分享穆斯林迷思大破解、阿拉、迪巴、头巾、宝可梦甲4个某，欢迎兄弟参加。奉献部分有错误、车黄、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
性讲述方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过来即个拜六，咱有迄个新约游踪，所以咱有即时已经有60几位兄弟已经报名。啊，你若袂记报名吼，咱因为有人吼，就是替报名，所以你若有要报名的，请今仔日吼甲迄个淑芬长老来报名。啊，咱过来拜六，咱伫3楼遮吼来上课。过来咱有今仔日伫1楼。迄个公布拿晓一个，就是咱为着一间教会叫司马县教会吼，有义卖，亲像姜啊、香果遮物件，咱若兄弟姊妹有需要，会当去楼骹1楼伫遐登记。啊，咱今仔日若看到1楼有圣诞树吼，咱若想要带转去栽培吼，嘛会当甲圣诞树摕转去。啊，咱即时咱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伫病院的敬奉兄吼来祈祷，恳求主赏赐。互明华节，互因规家的人会当有快乐。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秋玉姐、蔡珠姐、民主姐、随明兄、邓妈妈、公鸡姐、陈其雄长老、庆和兄、春文兄、廖罗素梅姐、以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阿淑姐、谢丁兄、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东兄、李雀老师、嘉豪姐。嘛为着欢迎的姊妹来祈祷嘉怡，吼，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做伙开喙，吼，咱为着咱的集体，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欢迎姊妹将伊祈祷，恳求主你来，互伊会当真顺利，咱恳求主你帮助。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一段时间会当为着阮的教会甲集体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互阮会当伫你即个大牧者引带下面。互阮所做每一项事工，拢会当调用你。主，恳求你诚做阮的牧者，引带阮头前的路，也保守所有服侍的同工，互因有教育、快乐、甲智慧，互每一个同工拢会当定着，互阮知影，阮所服侍的是你，毋是阮家己，也毋是任何的人。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身躯欠安的，阮为着因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明华节、敬奉兄。互敬奉兄伫病院会当得到好的照顾，也赏赐快乐，互明华节甲伊规家，祝福因拢会当有对你来的信心、耐心。主，恳求主甲因同在。阮也为着侪伫处理疗养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兄弟姊妹，互因虽然伫肉体的痛苦、病痛的折磨的中间，总是主互因有信心。也为着因厝内人祈祷，也恳求主，互因用疼来陪伴。主，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祈祷，恳求你保守，互伊到生产的过程，拢有上帝你的带领，也保守阮伫阮的教会有真济的家庭有细囝的，也恳求主你来照顾保守遮的细囝，互因平安健康长大，也保守遮的青年，互因有对上帝来智慧来养育因的细囝。也为着阮遮个年长的兄弟来祈祷，伫未来几工，阮阁面对有一波的寒流，也恳求主你赏赐互阮有教育的快乐，保守阮兄弟姊妹拢会当平安度过即摆寒流，即种真恶劣的天气。主，阮将阮教会兄弟姊妹讲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疼阮，保守阮，也互阮愿意用疼、用信心来回应你。互阮伫阮世间每一个角落，阮拢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89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